带去读唐诗。西施影，作者王维。诗篇：颜色天下中，西施能九里。调为月下女，无作吴强飞。前日起书墙，归来风无息。妖人负妻恨，不知掉落衣。君宠一交太，君临无时飞。当时愿沙半，莫得当机归。此下人家事，后边安可惜。诗篇，这首呢，应该是伫唐宪宗改开元为天宝年间，一代动用的张九龄来打上。李林甫干流一挺得到了上运，无偌久呢，佮在选杨玉环来进宫，一路得到九座朝圣，万夸子弟不能无视，并军大关系就会当飞黄腾达。可怜实在可托的汉子，一切心灰，完全枉费多年。这首的背景，都是伫这种的纷乱激烈所来写成的。应西施起一首的国色天香，比个绣花之容，dim喜落眼时貌，绝无可能永远困伫冤客来洗沙彩莲。后六句将伊被越王高俅来选中，送往吴国，进奉吴王府查。西施的姿色华丽，互吴王惊为天人。对伊的宠爱呢，比后来唐明王伫挺城杨贵妃更加有过而无不及。伊诗中一句“君临无时飞”，就能看出了端详。后面四句呢，对早当年甲西施斗阵坐车去冤客洗沙彩莲，也坐车斗阵倒转来，今仔呢都无一个会当甲伊斗阵坐车出去富丽堂皇、戒备森严的吴强。这就是集天下绝色于一身的西施，伊的一举一动，毋是任何一人可以来后边呢。这句话，话中有话，照顾黄金，别有一番的妙处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